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诗，信诗125首，美妙主耶稣。美妙主耶稣，万有你关顾，你本是神正做世人，主我所信仰，主我所尊重，我欢喜主做我君王，青水的草木，树那的甘露，春天美丽像麦草花，拢不及耶稣，拢不及耶稣，你予我忧伤比快乐。美妙的君王，万邦所敬奉，为着我最欢喜降世，荣光甲尊贵，恩典甲慈悲，永远到永远拢属你。咱昨通过以西结书的第23章，来看见两个姊妹，一个是北国以色列，一个是南国犹大，总是因拢犯罪淫乱，用这淫行拜偶像，甲外国交叉，然后来得罪上帝。上帝互因用搁较重的刑罚，特别是即个小妹，毋知影即个以色列的修理向上帝修理是代表上帝的愤怒，总是犯搁较重的罪。伫因国家北国灭亡130年了后，犹原搁再领上帝搁较大的受气。上帝要用巴比伦来审判，来显明上帝的公义。今日咱要继续来看第24章，这对20章到24章这拢在讲起，这5章拢在讲起着以色列人的罪恶。今日这章也是一个这段的结束，是讲着以色列耶路撒冷，亲像一个互火在烧的鞋这个已经要互上帝完全的愤怒，拢要摒伫这内面。咱做伙来看今日的24章的经节。第1节，第9年10月初10，上主对我讲：恁主啊，你着为着今仔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做记录，因为今仔日巴比伦王开始围攻耶路撒冷，你着向这个背逆的子民讲譬如，甲因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甲鞋仔下伫火顶面，下好势，倒水伫鞋仔内面，将切做一块一块上好的肉，就是筋头肉甲腿肉，甲上好的骨头，甲鞋仔堆满满。取羊群中上好的羊仔，将柴囥伫鞋仔下面，将遐个骨头甲肉煮互滚。这上帝用的这个时间是已经来到第9年的10月初10。上帝要用这个譬如，就是讲耶路撒冷因遮的人民亲像是肉。这个譬如，互咱想到伫第11章的时阵，嘛有出现过，就是有25个遮的领袖来
伫先伫以西结伫即个上帝神看见25个即耶路撒冷的领袖因的心内底想讲即马即个因想讲即个人拢去互掠走带走，即马即个城就是阮的啊。甚至即个城就是鞋啊，就是一个铁做的即个铜做的即个城墙，甲因保护。阮是肉，是内底的肉。但是伫11章，上帝就讲，恁即个内底的肉，是要上帝要互恁对即个中间带出去。上帝要用即个城，甲即个城内底的肉来做伊的审判。所以对即个譬如中间，咱看见上帝讲，恁想总家己是上好的肉，去互上帝留落来上水的。但是上帝将即个耶路撒冷城变做是一个铜做的鞋啊，就是锅子。然后上帝讲，伊阁要来下底来除火，即个火呢，要来互将内底骨头甲肉拢要煮互滚，要互煮互熟，变做是锅中肉，是变做内底的肉。互人来吞食。伫先知以西结即个时间第9年就是受掠来到伫巴比伦加巴勒河边的第9年10月初10。咱会当搁对头以西结书的即个写作的时间来看。即个写作的时间是用约押君王受掠迄个年来第几年来算。但约押君王受掠的时，共迄年嘛是西底家王去互巴比伦王立做犹大的王是做一个傀儡做一个傀儡。所以伫第1章到第7章是受掠的第5年所看到的异象。第8章到第19章是伫受掠的第6年以西结所得到的异象甲启示。第20章到23章是第7年。今日咱所看的24章一直到明仔载到后日的25章的10月初10这是第9年是第9年。今年代表什么呢？今年就是代表耶路撒冷城受包围受毁灭剩2年的时间够2年的时间。所以咱会当到26章3到31章，这是第11年就是耶路撒冷要去攻打的前1个月4月初9。甚至到耶路撒冷城去攻破的迄日是5月初7。伫这是列王记写的。伫耶利米书是写5月初9。伫以西结是写5月初10。这是用这个犹太人因日头落山算一天的开始这个时间的计算小可无共。搁继续看落去32章到39章就是以西结知影即个耶路撒冷去毁灭的一冬了后这是第12年然后最后40章到48章是受掠来到伫巴比伦的第25年所看到这个异象。所以通过即个安排，咱知影先知以西结人虽往伫遥远的所在，但是上帝神互伊清清楚楚耶路撒冷即马要发生的代志，甚至过来将来要发生的代志，以及准备要发生的代志。所以今日咱所读的即个24章一开始就讲，即个日就是巴比伦王开始要来围困包围耶路撒冷所以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已经因的即个军马已经来到伫即个城外已经将耶路撒冷城包围。甚至这段的包围的时间将近要2冬的时间所以咱看这个记载是甲耶利米书第52章以及伫列王记下卷的24章拢会当看到真清楚的记载迄个包围的中间迄2年的时间因所经过就是即马先知以西结开始预言因为开始这2年以后这2年因所要经过拢是一个真悲哀甲凄惨的日子第60至关的上主安尼讲，惨啊！即个流人废的城
生先毋捌路过的鞋仔，内面的肉毋免抽签紧，着一块一块拢甲硬出来。这个城也有豺狼流出的火，火拼伫光骨的石盘顶面，毋是倒伫涂骹，袂当用土砍。是我互这个城将豺狼流出的火拼伫光骨的石盘顶面，袂当用土砍。是要激动我的受气，甲因报应。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啊，惨啊！这个流人的火的城，我要亲身贴一大堆柴，添搁较侪树瓦，互火较严，甲肉煮互烂，汤控甲焦去，连骨头着拢臭火焦。所以上帝煮即鼎的肉，毋是要煮来食的，即块上帝才会形容，上帝安尼煮这羊肉，羊腿上好的筋头肉，毋是要煮来家己要来享受的，是代表上帝伊的愤怒，是要来出伫这耶路撒冷。毋听话，才会即阵犹太人、犹太国人民的心中，包括是君王、西底家，甲所有遮的祭司、先知、长老、讲假有言，甲遮的百姓，拢犯罪得罪上帝。所以上帝用即个控甲，互肉拢烂去，骨头嘛拢臭火焦，汤拢无去，因为即摆毋是只有要将这处理这肉，是搁要处理这个鞋仔，这个锅子，已经拢生鲜，这个鲜呢，毋捌卤，已经生鲜甲已经真厚啊，总是上帝要用大火来甲伊烧羊去啊，这个铁也是铜，这个鞋仔，这个锅子，会当。搁一摆来烧羊哦，因为已经无救啊，没救了，所以上帝降火，就是要来代表上帝的管教，甲上帝伊的刑罚，因为因拢将人的火拼伫这个光骨的石盘顶哦，就是毋是只有杀人的血，不是在地上，杀人的血，是在光滑的石头上，因为因献家己的儿女，献家己的婴仔，要献互在外国外邦的神明，就是安尼来做。所以上帝即马嘛要拼因的火伫光骨的石盘顶，来报应伫因的身上。第一集了后，将空的鞋仔下伫火顶面，互鞋仔热，甲铜烧红，互内面的垃圾扬去，鞋仔就无阁有鲜。毋过所有落落拢无采工，鞋仔厚厚的鲜，用火嘛除袂去。耶路撒冷啊，鞋仔的鲜就是你的淫行，我想要甲你洗清去，毋过你毋肯。所以，伫我对你发大受气以前，你的垃圾袂当除去。我上主捌讲，我采取行动的时机到啦，我袂改变心意，无要怜悯，嘛无要宽容。我要照你所行所做，甲你审判。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所以即个上帝伊想讲要用火甲烧啊，将这肉骨头拢处理，主要无法度处理，要处理即个鼎，处理即个鞋仔。但是呢，因为鲜实在太厚啊，这火搁较严，柴添搁较侪，但是遐个鲜拢无法度扬去。表示讲耶路撒冷因的淫行，因的罪恶，实在是太高太重，连上帝的大火，不管是对北国以色列的教士，也是这头一摆受掠，到以色列第二摆受掠，因的心悠然真硬，直到上帝伊讲伊要彻底的发大生气啊！所以这个大生气就是上帝要采取的时机，要来甲因审判，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已经来包围耶路撒冷。对今仔日开始，就是受掠的
9年的10月初10，这是犹太历啊，若是换作西历，阳历呢，是主前588年的1月15，对这里开始呢，就是巴比伦来围困耶路撒冷，要互因开始过，亲像热锅上的蚂蚁，还是温水煮青蛙，不管安怎样，即马先知是讲一个鼎内面的这羊肉，变做羊肉咯，但是毋是要做芳芳的羊肉咯，因为骨头要互臭火担汤，拢要互烧甲焦去，甚至连这个鸭啊，这个鼎，这个锅子，拢要甲烧甲扬去，烧甲扬去啊！因为要来彻底的来处理这个耶路撒冷的罪恶。今日这段圣经的金句，我选24章的第14节。我上主捌讲，我采取行动的时机到了，我袂改变心意，无要怜悯，嘛无要宽容，我要照你所行所做，甲你审判。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告。这段圣经，互我的感受就是，人当作上安全的所在，但是上帝却互伊变做上危险的所在。这耶路撒冷无受了的人民，想讲因住伫这个所在，这个城真坚固。所以因袂去互人因只要好好来防守，因为当伫即个所在真安全，因为即个城墙就是鸭就是鼎，阮就是内底遮上好的肉，袂去互吞食。但是呢，上帝互伊变做上界危险，变做是人造物，变做是鸭内面的即个羊肉，上帝伫下底来放火。所以诗篇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咱靠耶和华上帝的名，咱毋是靠即个外面的包围外口的保护，是靠上帝的保护。所以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耶稣最好啊！提摩太后书第2章21节讲，人若洁净家己，离开遮个粗俗的事，就会成做贵气的器具，圣化互主人用。通准备好势做逐项好事啊！所以咱毋通成做一个生鲜的鸭啊，生锈的锅子，互上帝安尼愈袂掉，甚至用火来烧，甚至大火来烧，阁烧袂掉，安尼上帝就要用搁较大的气力，来将即个鸭啊，安尼来讲，安尼来弄啊！今日是9月30号。伫犹太历主前3761年，是犹太历的以路月25号，这日呢是犹太人因认为旧约圣经内面上帝创造天地的日子这是犹太人因所留落来传统所以3761加2025就是上帝安尼创造这个世界的时间拢总的这个长度今日9月30号是联合国所定的这个国际翻译日这个翻译日这日的国际翻译日是在纪念这个圣经的翻译者泽罗姆伊来贡献翻译这个拉丁文的5家大译本将这个旧约希伯来文新约希腊文来翻做这个拉丁文今日礼拜2下晡嘛，这个市政府的这个财务研习的课程，咱的教会原来有同工，要来参与，也愿上帝来带领，一切当真顺遂。今仔日的祈祷，咱要用诗篇51篇来祈祷，讲主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阁忠心的心灵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毋是真亲像耶路撒冷遮的人民背逆的人民心拢生鲜，是互咱互上帝洗清气，来除去咱一切误会甲拉散，咱做伙祈祷。亲爱主，阮感谢你，通过你的话会当锻炼阮的心。通过你的神会当洁净阮的灵，帮助阮，互阮因为读上帝你的话语，也得到警醒，得到境界，互阮得到智慧，
知影敬畏耶和华，互阮早早就来认捌耶和华上帝。除了认捌你的公义，也知影你的慈爱，互阮会当行伫上帝你公义慈爱的即个道路的顶面，互阮会当一世人来跟对你。阮毋是我靠车，毋是我靠马，毋是我靠山，嘛毋是我靠别人。阮所我靠的是主耶稣的名。有主，你甲阮同在，甲阮伫地。阮咧感谢、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诗，信诗225首。上帝穿大威严做王。上帝千大威严做王，应大能力来下，世界就坚固无摇动，无做坚毅结扎。我主上帝。你这愿为有大亏难，海洋我断袂赢，只愿上帝你的感情，真正确实坚固，上帝。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互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